得。然之後咧，我會俾5秒佢哋思考，然之後咧佢哋一齊答出佢哋心目中嘅答案，好唔 OK？係啦 ，OK， 係啦。有冇信心啊？呢角度 OK 嘛？大家認到嘛？有選擇題嘅，有選擇題嘅。呢個係你哋真係正式開台之前嘅一個默契大考驗。大家啲咪有聲嘛？係咪 testing 阿 Chris 啲咪可以大聲少少啊 ？OK 好。嗱，首先熱下身先啦，係啦。第一題咧就係不如我哋 one tw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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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好。好啦，嗱，熱身題，熱身嚟嘅，係啦。頭5題都好簡單，熱身嘅啫。係啦，細聲少少係啦，佔住有啲 feel 啊，係啦。去旅行好傷心，唔會嘅啦。去旅行最中意做嘅事情係啦，係一戰係啦。咁咧有3個選項嘅，第一個係陽光與海灘，第二個係坐 cafe， 第3個係行街買嘢。倒數5秒之後咧，我會數3聲，然之後咧大家一齊答出答案。5、4、3、2、1，準備3，係咪㗎？哦耶 ！OK 好，啱。4、3、2，先答定係我哋5、4、3、2、1、0之後答好冇？ 4、3、2、1 0 cafe 咁樣啦，好唔好？ OK 好，俾啲掌聲，第一題輕鬆過關。好，第2題唔計分㗎。哦，係啦。哇，好難啊 OK 好啦，第2題咧就係去麥當勞會叫嘅嘢食 A 係漢堡包 ，B 係奶昔 ，C 係脆香雞翼。5、4、3、2、1、0，脆香雞翼。嗱，我係真心熱身嘅呢個都係熱身嚟嘅啫。我尋晚大家知我做題目嘅時候已經瞓咗啦，應該係啦，所以冇夾定嘅係啦。好，第3題，如果可以擁有一種超能力 ，A 瞬間轉移，B 讀心術，C 隱形。5、4、3、2、1，瞬間轉移。黐線，點解嘅？如果呢個計法嘅，係咯，點解嘅？我唔知啊，搞到好似我做馬咁樣。就話明熱身啊嘛，有得揀係咪先？好，第4題。而家即刻養一隻動物 ，A 係貓 ，B 係狗，C 係松鼠。5、4、3、2、1，貓。哎呀，唔緊要。貓我覺得接觸得多嘅，狗都接觸得多。如果松鼠真係特登揀隻唔接觸過嘅，未接觸過都會好正咯。你睇下佢，有冇歧視人啊？三色豆你都係就係三色豆啲 friend 咯，你。OK 好，最後一題熱身題。嚮往退休嘅地方 A 日本 B 台灣 C 韓國。5、4、3、2、1、0，台灣。嗱唔緊要，證明冇做馬，都近嘅，證明冇做馬，近嘅。好啦，嗱，然之後咧難啲咯，難度升級啦 Level 2咧就係冇得揀答案㗎啦，你哋5秒之後咧都係要答出你哋心目中嘅答案 ，O 唔 OK？好啦，第6題，共同最中意嘅電玩遊戲。5、4、3、2、1。雙人同係二人，係咪同一隻，從玩過嚟。OK，俾啲掌聲，即係連住嗰個嘛，係咪啊？唔係連住嗰個，係連住嗰個啊？尋日新鮮滾熱辣，係新鮮嘅，OK，好嘅，大家記住睇啦嚇。好，第7題，而家計分㗎啦，係嘛？唔計分㗎，都仲係熱身嚟。唔係啊，從來都冇計分㗎呢個遊戲。大家啲分數一路俾啲我哋嘅粉絲們接收緊㗎啦，已經係啦。好啦 ，keep 住玩 OK 㗎啦。好，第7題係 Chris 最中意嘅顏色。5、4、3、2、1、0，藍色。嚇，俾啲掌聲。呢個好簡單，呢個好簡單。OK，好。做咩？做咩咁樣？第8題，我就喺度 curse 咁咩？嗱，第8題呢一個係難度大啲，我尋日專登做完功課先至要出㗎。死啦！咁我冇做。第8題，但係我想講，你係要知道嘅，因為呢個答案係你在場嘅時候曾經揭露過出嚟嘅。第8題，大媽最想同邊一個演員合作？5、4、3、2、1、0，吳君如。突然間諗到喎，黐線！你咁勁嘅？我唔知我真係突然間爆咗出嚟，我諗緊係喺隔離嗰陣。我喺隔離。係咯，我喺隔離嘅。係啊，你哋做緊訪問啊，真係記得你死啦！記得你死啦，真係。好，第9題，嗱，我哋密鑼緊鼓啊，好快嘅節奏。第一次直播打機嘅日期。估到啲大家。好，5、4、3、2、1、0。2月。但我哋一齊都唔知，其實都係有默契嘅喎。OK，我公開，我尋晚專登睇翻你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係1月18號嘅。1月18號。好啦，1月18號。好啦，最後一條呢一個啦，就係認為大家都共同擁有嘅一個優點。5、4、3、2、1、0。溫柔。OK，俾啲掌聲啊兩個。OK 啦。
OK，我以為我諗我唔係嗌，我以為你哋一齊講係靚仔嘅咋，我以為一齊話靚仔嘅咋，兩個都靚仔係咪？定咗佢哋。唔係共同啊，即係得你有係咪係佢成啲，佢成啲。 ？OK，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俾掌聲佢兩個啦。然之後咧，第二個遊戲咧，我哋好快啦，我哋 Overrun 好多遊戲玩啦，正啊！第二個遊戲係大電視計時賽嚟嘅，呢個鬥短時間。點樣玩咧？佢哋分組玩。大媽玩先，然之後咧，全場嘅所有朋友仔都可以估答案。呢個時候音樂可以幫我標咗佢啊，係啦。咁咧有請我哋工作人員，我哋企喺呢一度啦。題目會